我曾经的梦想，今天依然值得追吗？引言：追梦的初衷与现实的落差。人生是一场持续变动的旅程，我们每个人在某一时刻都曾对未来充满幻想，拥有过无限的梦想。那是青春时期心中最闪亮的星辰，是我们拼尽全力、挥洒热血的动力来源。年少时的梦想往往是无所畏惧的，无论是成为一名作家、艺术家，还是创业家、科学家，这些理想都在我们的心中如火如荼的燃烧。然而，随着岁月的流逝，当我们逐渐走入现实的世界，面对更多的责任、选择和挑战时，曾经的梦想似乎逐渐变得模糊。当初许下的誓言，今天仍然值得追求吗？还是它已经成为过去的回忆，遗失在了成长的过程中？这是每一个人在人生的某个阶段都会面临的问题，甚至成为了很多人心中的痛点。本文将从梦想的初衷、人生的选择、现实的挑战以及自我实现的角度，探讨我曾经的梦想，今天依然值得追吗？这一问题，并试图回答如何在现实的压力下重新寻找自己内心的动力，重新定义那些曾经的梦想。一、梦想的萌芽与最初的热情。每一个梦想的诞生，都与个体的成长历程息息相关。它往往源自对未来的期待，是对自己未来人生的一种构想和渴望。年轻时，我们或许曾经想过成为一名出色的音乐家，或是一位影响世界的作家，又或者是在某个领域开创一番事业。这些梦想充满了未知的魅力，它们像是闪烁的星光，吸引住我们一步步朝住它们靠近。回望过去，每一个人的梦想都有其独特的背景和动力。有些是源自对父母的期望，有些是来自内心的情感投射，而更多的是年轻人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探索。梦想对每个人而言都是一种强烈的内在动力。年少时，这些梦想无惧挑战，毫不畏惧现实的困难。年轻的我们往往怀抱住一颗无所畏惧的心，认为只要努力就能够实现自己的一切愿望。这时候的梦想并不总是理性的，它们多多少少带有理想化的成分。我们并不完全知道如何去实现这些梦想，也莫有现实的压力来约束我们的选择。我们仅仅是凭住一股年轻的热情，将心中的理想一点点具象化，并执着地追求住。二、现实的无情与梦想的迷失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人生开始面临更多的选择与挑战。大学毕业后，进入职场，开始为生计奔波，现实世界中的压力、责任和诱惑，往往让我们的梦想慢慢变得模糊。一方面，生计的压力需要我们将注意力放在现实问题上；另一方面，随着对生活的认识加深，很多年轻人开始怀疑，当初的梦想是否真的是自己内心的渴望，还是外界加诸在自己身上的期望。进入职场后，我们开始面对更为现实的问题：如何应对职场的竞争，如何与他人合作，如何在繁重的工作压力下保持自己的竞争力。在这些问题的影响下，我们往往会逐渐偏离最初的梦想，选择一条更加现实的道路。此外，随着生活经历的积累，我们渐渐发现，原本看似光鲜的梦想，往往也伴随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。即便是那些成功实现梦想的人，背后也往往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与牺牲。因此，许多人开始怀疑，当初的梦想究竟值不值得追？它是否值得在这个现实的世界中继续执着？甚至，一些人开始自我否定，放弃了曾经的理想，选择顺应生活的洪流，活在现实的框架中。三、如何重新审视过去的梦想？当我们经历过人生的浮审，曾经的梦想开始变得模糊，甚至产生了质疑。这时候，我们该如何重新审视曾经的梦想，并决定是否值得继续追求？
首先，重新审视过去的梦想，并不意味着盲目的追随他们。我们可以站在当下的角度，回顾当初的心态和动机，试图理解自己当时的渴望是否仍然存在。如果当初的梦想是基于内心真正的需求和追求，那么即使年华已逝，这份梦想依然值得珍惜并追求。其次，随着人生的经历，我们会发现自己有更多的选择和可能性。梦想并非只有一条路，而是可以根据当前的情况进行调整和发展。今天的自己与当初的自己已经不完全相同，我们的能力、视野和人际关系都在不断变化。因此，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新经历和新认识，对梦想进行合理的调整，将其从一个理想化的幻象转变为更加具体、可行的目标。例如，当初的梦想可能是成为一位作家，但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现实的压力让我们无法完全投入到写作中。然而，这并不意味着写作的梦想就此结束。我们或许可以将写作与其他职业或生活方式结合，譬如做一名自媒体创作者，将自己对世界的思考以另一种形式呈现出来。此外，对于某些曾经的梦想，当时的选择可能并不完全基于自我需求，而是受到外界环境或他人期望的影响。这样的梦想在当下可能会显得不再切合实际，甚至可能带来内心的压力与困扰。这时，我们需要勇敢地放下那些过时的、他人眼中的梦想，将注意力转向真正属于自己的理想。4. 当梦想与现实相遇，寻找平衡。当我们重新审视过去的梦想，并决定是否继续追求时，最重要的是要学会在梦想与现实之间找到平衡。现实世界中的责任与挑战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事实，然而梦想的存在则为我们提供了前进的动力和希望。要实现这样的平衡，我们需要对现实有足够的认识和接受，并学会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调整。例如，有些人可能会选择一份稳定的工作，但依然保持对某些兴趣的追求，将它们作为生活的一部分。又或者，有些人可能会选择一条较为曲折的道路，放下目前的安逸，勇敢追求梦想，即便这样的选择充满了未知和风险。最终，追求梦想并非一定要以全力以赴为标准，而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和心态，找到一个合适的步伐。无论是将梦想作为人生的一部分，还是将它作为人生的主轴，最重要的是能够在过程中保持对自我真实需求的认识，并享受追梦的每一刻。结语：梦想不该被忘记，应该被调整。我曾经的梦想，今天依然值得追吗？这个问题并没有标准的答案。每个人的人生背景、经历和需求不同，对梦想的看法和追求的方式也各不相同。然而，无论最初的梦想如何，最重要的是，我们应该对自己的内心保持真诚，勇敢面对当前的现实，并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。人生的梦想从来不应该是枯燥的目标，而应该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灵感的过程。当我们不再以过去的标准来评判自己，而是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态度重新寻找自己的方向，梦想便不会消失，而会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引领我们前行。每一个梦想的追求，无论结果如何，都有其无可替代的价值。只要心中还怀有那份热情，无论是在现实的框架中，还是在创新与突破中，我们的梦想就不会过时，也依然值得追求。